财政部国税局以防疫优先原则，并维持公务正常运作，决定自6月14号以前，无提供所得税申报的临柜相关服务以外，其他临柜申办业务虽然维持正常，但该局所属分局、稽征所也是要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示，执行实验者测光措施，控制人流以及维持社交距离。因此，特别提醒民众，除非承办事项具有时效性，或者是紧急性以外，请民众尽量减少无必要的切办，做伙配合防疫措施，共同守护台湾。因为这一次呢，疫情严峻哈，我们的报税期间是延到6月14号哈。那希望民众呢，在防疫期间呢，在家报税，安心来防疫哈。那我们今年也有2个新的这个报税新招哈，就是手机行动电话认证，手机报税。好，希望大家配合着来使用。如果在操作上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随时可以到我们的免费服务电话0800000321，我们会来跟民众来做辅导。另外，今年申报增加手机报税以及行动电话认证2项新的措施，民众只要用手机，依照以下步骤，就会当轻松完成报税。手机门号是纳税人本人的月租型的门号。然后我们这个手机报税呢，会有双重的认证，一个身份证的字号，还有健保卡的卡号来做双重的认证，对你的身份来做验证。那在验证的过程中呢，要请关闭 WiFi， 好，而且要使用4G 或者5G 的行动网络。那这个手机报税呢，不用插卡，也免出门、免纸本，非常的便利。今年开始多了一项报税新招，那就是手机报税，不需要读卡机，免插卡。下载 APP， 随时随地，即使在家也能轻松完成报税哦。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来教大家如何利用手机报税吧。南区国税局也特别制作了手机报税教学影片，教导大家用手机伫厝就当简单报税。民众现在只要上网搜寻南区国税局脸书，就当得到相关的资讯，或者是拨卡免费电话080000000321，由专人替你服务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最简单的行动电话认证。